各位觀眾有禮，小弟係曾卓文。今日嘅講題係詞人愛心論偉忠，就係想介紹一下阿岑偉忠先生最新嘅著作《音樂劇場之事不宜遲》。呢本書呢，就係今年即係02年由同昌文化出版社出版嘅。岑偉忠兄啊，係香港重要嘅填詞人，佢填嘅詞非常之多。佢填詞呢，大抵都係本於愛心嘅，即係對於香港嘅熱愛啦，對於香港音樂劇嘅熱愛啦，對於舞台藝術嘅熱愛啦，對於廣東話，對於身邊嘅家人、親戚、朋友，以至世人嘅熱愛。呢本書就已經有3個序啦，就係分別由黃霑、杜國威同埋倫永亮3位前輩寫嘅。小弟呢，就本身係研究呢個香港舞台劇嘅，所以亦都想加把口。記得小弟係02到03年之間參加阿岑兄舉辦嘅戲劇工作坊而認識阿岑兄嘅。最令小弟印象深刻嘅呢，就係07年嗰陣時，小弟去睇嗰套香港嘅音樂劇《點點隔世情》，就係由劇場空間製作嘅。咁入到劇場嗰度呢，就打開本場刊，就見到阿岑偉忠呢，就用呢個粵語嘅本字個 D 字啊，就令我非常之感動嘅。岑兄呢本書就分4章，第一章就係遲來的眼淚，就係剖白佢填詞背後嘅真情同埋親身經驗。第2章呢，就係詞不達意，係講佢填詞創作嘅理論同埋心路歷程。第3章呢，就係不走詞評，其實就係劇評嚟嘅主要。第4章呢，就係事不宜遲，就係講到呢個粵語嘅地位，即係用呢個廣東話嚟創作或者係翻譯音樂劇嘅文化政治。而家詳細講第1章遲來的眼淚，呢個詞就係填詞嗰個詞。呢一章呢，頭先講過啦，就係真情剖白，同埋講下佢創作填詞嘅心路歷程。舉個例，就係電影《十月圍城》裏邊有首歌叫做《粉末》，係講父女情嘅。咁父女情呢，點樣表達呢？其中有2句就係一下子成熟，忘了怎樣軟弱。而阿岑兄呢，咁啱線當其時就有喪父之痛，佢就將佢嘅父子情呢嚟到表達呢個父女情，所以係非常之感人嘅。另外一個例子就係《一屋寶貝》呢套音樂劇入邊有首曲叫做《柳美麗》，阿岑兄填呢首詞都係以佢嘅生活經驗為本嘅。咁我哋而家睇翻其中幾句啊：細風撥着夕陽，雨山接壤，有小蜻蜓落腳，柳枝泣仰，擔挑放在稻田，歇息那樣，記得家門冚上。接住落嚟，記憶裏面未曾磨碎的印象，幾多陰晴浪過幾多衣裳，駐足李巷在無數的晚上，柳枝抑揚地唱嗱。咁其中嘅李巷稻田擔桿全部都係基於阿岑兄嘅親身體驗㗎。原來岑兄細個嗰陣時返過佢順德鄉下祖母嗰度，咁佢祖母屋企呢，就係喺稻田附近李巷之中，所以阿岑兄呢首詞描寫嗰啲風景先至咁活靈活現。第3章呢，就係詞不達意啦，就講到呢個岑兄嘅填詞理論同埋心路歷程。理論方面呢，阿岑兄就舉出5個粵語填詞嘅境界。
第一個呢就係雅啦，跟住係妙、趣、俗、鄙。岑興又討論呢個書面語同埋口語、文白粵點樣可以交融而唔係交雜。岑興更加提出一個新嘅名詞，就係浪漫值，即係話有啲廣東話嘅詞語係浪漫過其他嘅，譬如雪花就會浪漫過雪櫃之類。岑興又討論粵語音樂劇點解必須先曲後詞，而外國嘅音樂劇又可以先詞後曲，主要都係因為粵語嘅聲調問題。岑興更加對比流行曲同埋音樂劇歌曲之間嘅異同。至於心路歷程方面呢，舉個例就係呢個《情迷紫釵》，阿毛俊輝先生導演嘅呢出音樂劇啊，就係對比古代《紫釵記》嘅堅貞愛情故事，同埋現代人充滿計算嘅男女關係。咁其中有一首歌就叫《玉生煙》。當時啊，阿毛俊輝導演就向阿岑興提過，話呢個現代版嘅《紫釵記》女主角色呢，其實係個 slut， 即係淫婦嘅意思。於是岑興呢就聯想到呢個《聖路加福音》戒淫嘅主題，所以就出到頭嗰兩句啦。一邊翻閱《聖路加福音》，但我這杯邊廂躁動的心，軟弱如敗陣。咁跟住啲靈感就叭叭聲嚟。好啦，到呢個副歌呢，阿岑興嘅靈感呢就來自李商隱嗰首詩《藍田日暖玉生煙》。呢個暖玉生煙就阿岑興就加上呢個發滾兩個字，即係費事啲人聽唔明，成句就係暖玉生煙發滾。跟住呢嚟個冷熱對比，赤道渴望冰鎮，就係咁樣嘅創作過程嘅。另外一張不走詞評，其實主要就係劇評嚟嘅，甚具國際視野㗎。譬如阿岑興就分析呢個外國嘅音樂劇《落日大道》入邊嗰個豪華嘅舞台設計點樣配合劇情。另外一個例子呢，就係遇上1941的女孩。阿岑興呢就係比較套音樂劇首演同埋重演個本土意義。首演呢就係1993年，當年呢香港主權即將移交中共，所以啲香港嘅觀眾睇呢套劇嗰陣時呢就好自然將日軍同埋解放軍有所聯想。而重演呢就係00年啦。當其時香港經濟低迷，好多人失業，所以令到呢套劇入邊嗰個失業青年嘅男主人公就有咗新嘅本土意義啦。第4章呢，就係講呢個粵語嘅地位嘅。阿岑偉忠兄啊，係第一位香港嘅填詞人，堅持用呢個粵語本字嚟到創作嘅，係非常有本土意識。阿岑興同小弟都一樣認為廣東話係古雅過北京話好多嘅，但係廣東話有好多字因為太古，咁啲人呢就唔記得咗佢嘅來源，唔知點樣寫，就以為係有音冇字嘅俗語。其實呢，廣東話所有嘅字都係有音有字嘅。咁喺呢一章阿岑興又提到，有位名校嘅教師統籌音樂劇嘅，竟然話香港好少音樂劇，係因為費事一句中文一句英文成。咁阿岑興話呢，其實香港大把音樂劇，而至於一句中一句英嘅問題，你將嗰啲外國音樂劇嘅歌詞譯晒做中文，咪冇事咯。岑興呢又分析演出語言嘅政治意義，即係話而家有部分嘅香港音樂劇呢就會走到去北京嗰度上演，咁使唔使就北京嘅觀眾用北京話演出，抑或用翻廣東話呢？岑興就話啦，語碼呢就係文化整合嘅體現，而語言
就係戲劇重要嘅生成部分，不可或缺嘅。所以香港音樂劇就算喺外地上演呢，都應該用返廣東話，原汁原味，唔需要就嗰度嘅觀眾嘅，咁樣先至可以活靈活現啊嘛。嗱，岑兄指出，香港嘅音樂劇其實先進過中國多多聲嘅。而家中國仲喺度拗緊外國嘅音樂劇填上中文歌詞究竟行唔行得通，但係香港喺80年代開始已經有音樂劇崛起啦。岑兄有幾首詞，小弟係非常之佩服、非常之愛好嘅。第一首就係呢個07年香港話劇團做嘅《還魂香》嘅主題曲。咁《還魂香》就係由毛俊輝導演、何啟平編劇嘅主題曲。《還魂香》入邊有幾句係咁樣嘅：順有富貴世世滿廂家宅華麗，卻似螞蟻半世寸土爭逐名位。焚香升天高，還魂更好。咁當年呢，就係由呢首曲呢，就係由彭杏英同埋黃惠慈兩位小姐演繹嘅。咁佢哋都係一流嘅演員，所以佢哋嘅演繹方式呢，就同埋加上呢首曲詞呢，就令人充分或者感受到世人爭逐名利嘅虛妄，同埋人生如夢嘅道理。演出嗰陣時，歌詞啊、旋律啊、舞蹈啊、化妝啊、身段啊、表情啊、敲擊樂啊，以至舞台設計、道具、燈光等等，配合到天衣無縫，直情達到舞台劇嘅至高境界啊！另外一個例子就係《一屋寶貝》入邊嘅主題曲《誰無過》啦，或者係插曲。嗰首歌其中有一部分係咁樣嘅：就算你犯錯，但心痛係我。係皮肉情根陀，你雖然未聽過，但係假如明白我，唔理邊個做錯，爸爸當晚亦都哭過。嗱，呢首詞呢，用嘅係非常淺白嘅廣東話，但係呢，就其實係新詩嚟嘅，即係。一方面係好嘅歌詞，但係同時亦都係新詩文學。用廣東話嚟到創作新詩已經係好少㗎喇，而用廣東話創作新詩而成功嘅話呢，真係非常之罕有嘅。另外一首詞啊，我又係非常中意嘅，就係《Sound of Music》嘅香港音樂版本。仙樂飄飄處處聞嘅主題曲啦，即係哆唻咪嗰首呢，非常之膾炙人口㗎。嗰個原本嗰個英文主題曲呢，就係用一啲英文嘅單字、單音、單字做每一句嘅開頭。咁呢啲單音啊，係其中有啲呢，就係廣東話所冇嘅，所以係非常之難譯嘅。我做翻譯同埋我研究翻譯就知啦。但係岑偉忠先生竟然可以徹底解決到呢啲翻譯問題，非常犀利啊！咁嗰首歌佢就係咁譯：到你班呢，我中意翻，離別要夾定時間，咪發音像貓在玩。化個妝出街上班，須留長直到腳板，乸型留在我手踭 ，P 成為人人習慣，唱吧又嚟返度唻咪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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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總之，阿岑偉忠兄嘅詞呢，就文白越交融，
感情真摯，直頭係鬼斧神工，渾然天成啊！大家想知多啲阿岑兄填詞嘅秘密呢，就請閱岑兄最新出版嘅音樂劇場之事不宜遲啦。多謝各位收睇，後會有期。